约沙法讲：伫遮敢无也有耶和华的先知，互咱通对伊来问嘛？以色列王甲约沙法讲：也有一人是임拉的囝米该亚，咱通对伊来问耶和华。总是我怨恨伊，因为伊所参与我的拢无好话，只有灾下若定。约沙法讲，请王无得安尼讲。以色列王就调一个官员来讲：你去叫임拉的囝米该亚紧紧来。第10节，以色列王甲犹大王约沙法，大家坐伊的座位，穿礼服，伫撒玛利亚城门口看的所在。众先知大家伫因的面前参与，以那的囝西底家做铁角，讲耶和华安尼讲：你要用这个达阿兰人到因灭无。众先知拢安尼参与讲，通上去激烈的拿抹，要得胜，因为耶和华要将伊交伫王的手。迄个去叫米该亚的使者甲伊讲：看啊，众先知拢讲一样话。对王讲好事，求你所讲的甲因相同，边边讲好话。米该亚讲：我记永活的耶和华来讲，耶和华对我讲什么，我要讲伊。米该亚到王的面前，王问伊讲：米该亚啊，阮通上去激烈的拿抹来交战，还是着煞啊？伊应讲：通上去，要得胜。耶和华要将伊交伫王的手。王对伊讲：我着几摆甲你咒詛，你托耶和华的名，只有着用真实甲我讲。米该亚讲：我看见以色列众百姓四散伫山里，亲像无牧者的羊一般。耶和华安尼讲：这个无主人，因大家通平安倒去因的家。以色列王甲约沙法讲：我竟无甲你讲，这人所要参与我的。无讲好话，只有在下若定。米该亚讲，所以你着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伫宝座，天顶的万军徛伫伊的左右。第20节，耶和华讲，一嘴要引诱亚哈，互伊上去激烈的拿抹，死伫遐啊。这个讲安尼，迄个讲安尼。后来有一个神出来，徛伫耶和华的面前，讲：我要引诱伊。耶和华问伊讲：你要用什么法度？伊讲：我要出去做白贼的神，伫伊众先知的喙。耶和华讲：你要引诱伊，也要正伊，出去来做安尼。当耶和华用白贼的神入伫你这的先知的喙，耶和华论到你有讲在下。基拿的囝西底家进前，献米该亚的喙配讲：耶和华的神对倒了一条路离开我，来甲你讲啊。米该亚讲：看啊，你入来房甲机密，迄日就要看见。各位后部教会众兄弟姊妹，以及伫线顶甲咱三甲组织敬拜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这个题目，今仔日这个新眼讲的经文来甲列王记上悬的上落尾手啊，上后壁面就是亚哈。亚哈的最后，咱若是有认真来读新眼讲读经，有认真读吧？发现讲今仔日的经文其实是第1节甲这40节足济总是我甲。这个我要传达信息的部分就是要大家安尼一直读遐济就7节甲25节，总是这个头前甲后面所发生的代志，无伫拄则读的经文内面呢，我等下这个讲道内面嘛会甲大家来说明。总是咱安尼咧看今仔日的题目讲先知的真话，各位兄弟姊妹，先知应该讲啥？讲真话嘛。即摆第一个问题，咱来的就是。这个先知无讲真话，若是别个先知无讲真话，今仔日的主角本身米该亚一起手，伊嘛无讲真话。伊一起手嘛是来讲去啊，你去激烈的拿抹，激烈的拿抹是一个迄个时阵是亚兰人的一个城啦，一个要塞伊这个
阿哈王想讲啊，要去这个战争吼，要甲摕落来吼，这是伫即章的上头前面吼。先知无讲真话，啊，即个米该啊一开始一起手嘛无讲真话，咱就爱问为什么？而且伊无讲真话，这后壁面到底是为什么？啊，即个无讲真话，即项代志。可见就真重要，因为咱知影先知应当爱讲真话，总是伫一起手，即个物件啊无讲真话。啊，无讲真话是为虾米？大家安尼想，为虾米？为虾米？即好理解嘛，足好理解啊！因为即个故事即个故事今仔日诶，即个经文刷落来，就马上亚哈就安怎退面啦？哦，伫后壁面亚哈就讲。用即人关伫监里，用艰苦的饼互食啦，吼，就是甲下伫监里啊，甲米秸啊下伫监里啊，吼。所以为什么无咧讲真话？因为讲真话结果无好嘛。王无爱听，哦，王无爱听，王无爱听，结果就无好。但是这是真话。咱时时刻刻爱想着哦，今仔日的重点是先知讲真话哦，安尼讲真话，结果佫无好哦，为虾米啊？哎呀，为虾米啊？吼，因为王无爱听，吼，用艰苦的饼、艰苦的水，互伊食，讲真话，结果是安尼，啥人要讲真话？当然嘛是拍婆啊，讲啊，你着去啊，哇！咱看今仔的经文呢，迄个西底家吼，佮做一个铁角吼，哦，佮有道具呢吼，你着去哦，手机啊摕起来就有啊。咱毋是点迄个奶尔呢，咱以为咱点落即个影片，咱看见即个网站面顶的物件，以前是网站咱点入去，即马是。迄个网站来塞互咱的即个影片，塞互咱看的文章，塞互咱看的遮个资讯，其实拢算过，投其所好啊，即个叫做演算法。所以有一个新的现象叫做回音式现象 （echo chamber effect）。什么叫 echo chamber？echo 嘛，一间细甲房间，我骹哪画拢是我的声音。我画出来听到有声音，其实是我家己的声音。吼，我讲我无大哭，听到我无大哭，我身材拄拄好，身材拄好。其实听到的拢是回音。这是咧讲的是啥物情形呢？就是咱伫网站面顶看见的，咱以外的影片，咱点入了后，迄个意见，甲咱相像的意见，甲咱以外的即个想法的意见。就会一直塞来咱头前，塞来咱的首页，第一页滑到的，就是我们最有可能，他认为我们最有可能点的，这样我们留在这个网站的时间就会越长。这就是大的科技公司要的，这个东西叫做演算法。演算法 algorithm 用 algorithm 塞来咱头前，安尼。咱就会当伫伊即个网站开愈侪的时间，伊才会当趁钱。为什么？伊才会当甲广告的广告商来讲你看每个使用者在我这里留的时间都是15分钟以上，所以你可以投广告给我。这是即马趁钱的方式，但是这就恐怖啊！这会变做咱所以来，咱开始点落，过来就是。讲的开始出现这 echo chamber 回音室，咱一点咧，咱以外即个意见，唔管是倒一项，唔那是政治，也是运动的，吼。譬如讲，即摆看骹球，我若是支持德国队，我就德国互淘汰啊。阿根廷，我就一直点甲阿根廷相关的，安尼伊一直塞互我的，就会是甲阿根廷相关的。这毋是譬如哦，这是一直咧发生的代志哦。所以咱即马身躯边有足侪声音，其实是比亚哈的时代佫较严重啊！这若即马遮有一台电脑，
我其实足想要行落，我直接现场试互大家看，迄有偌恐怖。但是时间的缘故，咱就莫安尼。我昨日特别试，首先爱讲的，大家即马所吸收的，毋是财目，咱即马是资讯、消息，毋是财目。咱看足侪消息，但是咱的财目无增加。我即马毋是讲智慧哦，迄个伤远啊哦。财目其实是无增加的，咱只是消息增加尔。每一工毋免等我去问，毋免等我去请问人。森达兄，关于排版的事情，毋免等我去请问人，毋免等我去请教。每一工，迄个 line 一拍开，一大堆教你爱安怎煮菜，即种啊还啊，教你爱安怎做人的啦，教你爱安怎生活处事的，公道嘛袂少啦，拍开 line 就有啊，line 佫是迄个啥通讯软体啊，咱若是迄个社群网站，迄个 Instagram 也是 Facebook，杀来咱面前的足侪啊，但是迄毋是财目。消息毋是财目，咱有在即个人物是有足侪消息的。咱袂用着掠准讲，我着熬啊，我着会晓啊。大家来看，这个是我刻意开无痕模式，就是干干净净的一台 YouTube， 一台电脑，一台 YouTube， 我什么影片都没点。这个时候他很聪明，他就会叫你说，你试着搜寻一个东西。我跟大家讲，我只要搜寻，我下了5个字做关键字出来的，点一个影片之后就开始这一堆东西，一直杀来，就恐怖的。台湾外星人5个字而已哦，各种奇奇怪怪都杀来头前，杀来给我看。我若今仔日我的账号一登录进去，刷落来几啊工，毋是几啊工尔，我若是继续有点，我的 YouTube 看起来就是这个样子，各种奇奇怪怪，不可信的。但是久啊，就会变化哦，你就开始会相信哦，因为啥？回音室嘛。你看怎听到的声，拢是这个声；你看怎吸收的，拢是这个资讯。这其实真恐怖呢，各位兄弟姊妹。牧师伫遮特别甲大家提醒啊，咱即马出去食物件，食米敢会见过？咱即马出去食物件，咱会看讲即间餐厅有清气上无？咱即马食物件，咱会看讲即间餐厅有信用无？咱即马出去食物件，咱敢会看讲伊煮出来物件看起来是敢会伤油伤涩无？咱重视咱食入去嘴的内面的物件，总是咱每一工咧看、咧泡伫即内面的影片，咱敢有算过？也是杀来咱面前，安尼色调来遮水的。我会当直接甲你讲啦，中即个就是 AI 做的啦，即个图可能嘛是 AI 做的，这一大堆拢是 AI 做的啦。即马要产生奇奇怪怪的影片来扰乱。迄个成本是足低的 ，AI 点点的10分钟就10支影片出来。我甲你讲，中文的 YouTube 充斥着这种东西，一大堆。我伫遮特别讲，我在这次的实验里面发现，奇怪呢，很多简体中文，很多中国的影片。这件事很奇怪啊！为什么大家去中国旅游，中国敢会当练 YouTube？ 袂当呢啊！为什么遮济？国家营运的啊，符合国家利益政策嘛，一大堆啊，就很多中文创作者的东西。我说卖讲见地啊，无我在叙述现象。大家要注意，那是用国家的力量来让整个 YouTube 大量的中文的资讯，然后这些资讯的品质很多都堪虑啊。我只有这样子点第一个页面而已，出现的就这么乱，大家让看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咱袂用讲 YouTube 点了，感觉
咱即摆偌济财目是为咱以为的财目是为 YouTube 来，哈，咱以为财目吼，但迄其实可能毋是真实的，迄可能连财目拢毋是啊，迄可能是假消息，所以大家要注意。伫即个时代，这是搁较恐怖的代志。咱毋免做国王，咱的身躯边着足济只的要塞来咱的目睭前啊。所以先知无讲真话，咱身躯边嘛足济无咧讲真话，一直抢要来咱的面前。啊，即马一个讲法讲啊，其他的先知互即个神来欺骗啦，吼。这毋是今仔日的重点，但是就是爱讲啊，其他的先知，即个重点是讲上帝应允，掌权的毋是遮的神，掌权的就是咱的主上帝，是咱的主上帝应允这项代志发生，咱的主上帝互遮的假先知来到亚哈的面前。但是咱即摆绝对袂用讲上帝欺骗亚哈，上帝互亚哈撞去死，选择权伫亚哈的手里，一遍、两遍、三遍，伊一直有机会哦，一直有哦。这是上帝的怜悯，等下会搁做搁较济的解说。哦，咱绝对袂用讲啊，上帝欺骗亚哈，歹势无哦。好好啊看，上帝应允这项代志发生。因为亚哈过去做太济乱七八糟的代志，上帝已经甲宽容，已经甲包容足济遍了。但是即遍发生即件代志，是上帝定义，伊就是爱去烧战，结果死伫即个战场面顶，是安尼无毋对。但是，伊是有机会，甚至今仔日经文本身就是上大最后的一个警告。米该亚来甲讲啊，安尼羊无目色啦，哎呀，你也知好啊，已经讲了遮清楚啊，这检查毋是一个清楚的警告、清楚的机会互伊吗？伊要完走去烧战，选择权是伫人的手里，咱袂用甲苦难。拢总怪罪伫上帝，足济人的苦难是家己选择的，哦，袂少啦。像今仔日的代志是亚哈有机会，总是咱来判断讲啊，有神来欺哄这个先知，先知有会讲假话，有会讲真的话，真正是安怎？是毋是爱等甲实现的时？总是伫遮甲大家提醒，等甲实现的时，检查就伤慢啦。像今仔日即个例就是，要实现的时，搁来讲啥人讲的是真的，若米该亚讲的是真的，亚哈就会死伫战场面顶。若亚哈讲的是真的，伫落尾手的经节内面，亚哈讲，甲关伫监里，等我平安倒转来，才来甲你处理。结果伊根本无倒转来。所以我要讲的是，咱袂用讲了，说哎呀，看这个真先知、假先知，在判断真假，迄个是等即个语言产物有实现无，才知影真假。总是要注意哦。有的时阵，等迄真正实现的时，看到真假的时，已经上慢啦。什么意思？像今仔日的亚哈已经死啊。伊若是较早就愿意听谈上帝的警告，听谈上帝的旨意，伊就袂伫即个时阵去伫战场面顶，互经烧死啊！所以咱爱把握机会啊！人生无遐长啊！上帝伫咱的人生内面有一寡讲真实话的人，伫咱的身躯边，真实的话语出现的时，虽望歹听，咱无爱听，就要注意，因为机会是有限的，人生嘛是有限的，机会有限，人生有限，莫等甲安尼的时，亚哈就是变甲安尼社死的，毋免转来甲米该亚会失礼，无机会啊！总是咱嘛爱知哦，
伊其实伊所讲的即句忏语，耶和华安尼讲，遮的百姓无主人，因大家通平安倒去因的家。哦，即句话其实对百姓真好呢，百姓会通平安倒转去啊！看了足无爽快，无主人，意思就是国王要死啊！即个忏语是对国王无好，其实对百姓好呢。吼、这就是今仔日即个，我认为啦，今仔日的信息内面的一个福音呢。上帝是顾念顺从百姓的，遮个百姓互亚哈拖咧安尼一直要出去烧战，一直想要战。今仔日这22章一开始是亚哈家己咧讲，咱来甲基列的拿抹来甲拍落来，伊家己主动要去烧战的。所以上帝是顾念遮个百姓，会当平安倒转去，莫阁互即个吼自甘想要侵略的一个政权吼，安尼拖咧去民不聊生啊！这是上帝的慈悲啊，这是上帝的怜悯啊！今仔日咱来讲列王记，是咧讲列王的代志，是咧讲国王的代志，但是咱来看啊，伫这内面，上帝毋是顾念遮个国王尔啦。上帝是顾念百姓的上帝啊！转来讲亚哈，我拄则讲，互亚哈有足侪机会呢。咱若是有好好读新眼光读经，头前即3章咧讲的，咱来看20章拜五的进度。20章甲亚兰的战争烧战，有机会无？有机会互伊呢烧战，互伊赢。亚兰要来侵略，结果呢，调去32个国王甲亚兰王做伙要来拍以色列，结果上帝保护因，上帝互以色列战赢。过来，伊转来，伊呢刚和是因为和谈了啦，和谈了，签了和平协议，说这个。要有这个双边贸易啊，什么？这20章的最后，结果互先知嘛，甲警告讲，上帝定义你爱甲亚兰甲灭掉，即马你的性命即马是你的性命爱替伊的性命，伊就先等于撒玛利亚，佮看到因厝边的一个葡萄园，要甲抢过来，结果伊佮做歹代，先知佮甲警告，这是昨的进度21章，佮甲警告，结果伊安怎？请满伊悔改。